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8月份政府有一寡新的制度，像有36款的胃药啊，因为有含致癌物，已经全部落价回收。其中包括咱大家拢食熟悉的吉味福士定，另外是这个代替，本来是规定14天前会当先来注文火车票，即卖是提前到28天就会当注文咯。也佫有税厝租金的补贴的申请，嘛有来放宽。 咖啡甜食让你胃食道逆流吗？想要治疗一车酸，你食药的习惯爱改变啊！8月初一开始，包括大家拢做熟悉，古名叫做吉味福士定的吉氏智慧定在来36款胃药啊，药局拢停卖。很可能会有这种未来的情形的一个产生。这种胃药内底有雷尼替定的成分，食这种抗久的物件有可能会生癌。 目前的话，就是可以替代的，就是法莫替定。有胃病人会当先用有法莫替定成分的药啊来取代，无副作用，嘛免照胃镜，药局诊所拢买得到。再来看其他8月份的新制度，你到定坐火车，有一个好消息，要坐车进前28天就会当买票啊。年假期间，亲像讲今年的中秋节，假使讲你若是要坐9月30的火车，9月初2开始就当买，对9月30开始到10月初5的年假车票。再来是 申请租金的补贴，进前是每个月收入比上加生活费搁较低1.5倍，即马变2.5倍，户籍地嘛免搁含租厝的所在共一个关系，对8月初4到8月31拢会当登记，争取补贴。